河水暴涨淹过桥面，两旁没护栏，可否骑机车通过不可？因已有人连车扶流冲入湍急河流中，就算双手用力向下滑，能够站起来，但是水流很急，还是会被冲走，所以不可拿生命实验。车轮前进是靠摩擦力，遇到急流的河水会被浮力拉倒，